話說咧，我今日發現咗咧，喺 Asia Miles 個 app 換機票咧，佢顯示冇位嘅日期咧，其實係有位嘅。咁話說咧，我平時咧去換機票嗰陣咧，我係用 Asia Miles 個 app 咧去睇究竟邊一日有凳仔，去判斷有冇得換機票啦。但係原來咧，佢嗰個凳仔咧，只係適用於未來嗰180日出發嘅航班咧，佢先用凳仔嘅形式去顯示。換言之咧，即係由半年後打後嘅嗰啲可以揀到嘅日期咧，雖然其實佢冇顯示有凳仔啦，但係嗰啲咧，其實你一撳落去咧，佢係 likely 會大機會有航班俾你揀，俾你兌換嘅。實測咗一個例子嘅，就由呢個香港飛 NLT，我就揀咗下年5月中出發，5月中翻咧，我發覺咧，其實原來佢都仲有幾多幾靚嘅航班，講緊可以俾你早機去、晏晝機或者晚機翻。所以其實咧，一直咧，我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樣啦。其實我都俾佢 fix 咗咧，我以為係有凳仔嗰啲日期先係有得換咯，但係原來半年打後出發嗰啲咧，原來係冇凳仔都得嘅。即係代表都有航班嘅，咁所以咧好鼓勵你下一次如果你有啲 trip 係早少少已經 plan 咗知會去嘅，其實我會鼓勵你用呢個 app 去睇一睇半年後嘅冇凳仔嘅日期有冇，可能咧你會換到啲你想要嘅航班，仲要真係幾靚嗰啲時間。大家好，我叫 Brian， 我分享好多初級成年人需要知嘅日常生活嘅嘢，咁當然包括點樣用信用卡去賺回贈啦、儲里數啦，同埋一啲兌換機票嘅嘢。如果有興趣咧，記得 follow 我，下次再見，拜。